朋友大家好啊！今日嘅花絮主持 Eric， 隔離就係我哋第2位參賽者 Alfred 啦。咁 Alfred 啊，啱啱參賽完呢，你要俾自己嘅表現呢，如果10分嘅話，你要俾自己幾多分啊？我諗極其量6、7分到嘅咋。哇！你好煙喎，因為好緊張，首先喺咁多人面前咧，同埋一個比賽環境之下去做呢個即係叫司儀嘅表演啦嚇。咁所以咧就其實咧就可能緊張嘅關係啦，咁所以咧其實咧都有啲地方咧係自己覺得仲需要改善嘅。Alfred 真係好謙，因為我知道 Alfred 其實你除咗今次嘅比賽之餘呢，你喺出面都有做開一啲司儀活動嘅。咁玩下啫。咁相比之前嘅司儀活動呢，你覺得今次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地方呢？今次最特別啊，當然梗係大家睇我樣就知道啊，係咪靚仔咗咧？因為咧今次有呢個化妝啊，專業嘅化妝啊。咁以前我去幫堂有做呢個司儀就冇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呢個活動咧係非常之係即係認真，同埋咧係即係真係咧可以考驗到咧一個嘅司儀嘅技巧咯。我相信今日直情係靚爆鏡添啦，係。我見到最尾嗰個係多謝，我哋都好靚仔，我哋兩個。最尾個環節咧，我見到你處理得非常之好嘅，當有一個親友 under 即係不經意嘅衝咗上台，一控制個場面控制得非常之好。咁如果再做多一次呢，你唔會覺得仲有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啲呢？再做多一次啊？咁我諗可能我都會，因為頭先有個環節咧，我都俾佢講咗幾句説話，咁可能都唔係咁恰當。咁所以如果真係有機會再做一次嘅時候咧，可能我會即係叫做控制翻個場面，就係可能係俾佢講少啲，因為頭先佢都算好㗎啦，即係佢即係講嘢冇話啲即係唔出得街啊，或者一啲即係叫做係即係唔吉利嘅説話啦。因為如果真係萬一真係俾佢講咗啲唔吉利嘅説話咧，就可能個氣氛仲難去控制，或者仲難去處理。咁所以如果係真係有機會再做嘅時候咧，可能我喺呢方面咧會再希望可以再拿捏得好啲咯。明白嘅。其實我從一個觀眾嘅角度咯，已經覺得做得非常非常之好㗎啦。咁多謝晒 Alfred 接受我哋訪問。好，多謝你。